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内政部上新的统计资料，咱台湾25岁到44岁独生仔人口已经超过470万人，计算讲每3个人都有1个人是独生仔。另外，为了要关心独生仔长辈，中国某一款专门替独生仔设计保平安的 App 最近抢红，名啊号做4夜寐。用户逐工点 App 签到，若是连续2天无签到，系统就会通知设定的亲戚朋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独生仔的独，读倒恶独第8条。读读这是读文音，台语字典解说独就是孤一个，像讲一个人，咱讲是单独；若是孤单，嘛当讲是孤独。唔免我靠别人斗骹手，家己自立，咱讲是独立。独嘛当讲是干那意思，像讲独独。另外，干那一个，咱嘛当讲是独我一个；干那欠一项，会当讲是独欠一项；也有独占市场生理，咱讲是孤行独饲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头前讲到的独生仔，也就是干那一个人，无另外一半做伙组织家庭，嘛会当讲是单身空身。查甫会当讲是罗汉脚十米高。第二个词读做孤独，这个意思是这个人较孤僻，较无爱跟人交叉，也是讲个性较怪奇，较歹斗阵，嘛会当讲是孤老孤母。若是讲共这2字汉字读做孤独，意思就变做孤单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大家认为阿明个性较孤独，较无爱和人交叉，才会简单也是孤单一个人是独生仔，也毋过伊生活过较足自在，亲像活菩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独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达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